今日係連續60日嘅第7日。如果你唔識我，但係竟然睇到呢段片呢，咁就相當有緣啦。因為呢段片係完全冇輸出任何價值，亦都冇提供任何娛樂。喺呢個年代呢，其實就係每個人上網就係急速地想揾到自己所需要嘅信息。咁冇人係會關心其他人做乜嘢嘅。但如果真係咁有緣，你見到我呢，你可以，其實我依家做嘅一個叫做連續60日拍片，咁對我嚟講其實好難嘅事嚟嘅原本，咁但係過咗7日之後呢，發覺開始唔係咁難啦。咁我會建議你跟蹤我，去睇下我能唔能夠做到呢60日。雖然你唔識我，係啦，咁識我嘅有乜夠跟蹤啦，梗係。咁其實，咦，我講嘅係咁多啦，係咁啦。